请问一下许代表，今天来告这个林芳仲总干事的主要案由跟目的是什么？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？好 ，OK， 跟各位说明一下，我们今天到市检来对林芳仲总干事提告，最主要的目的是有几个。第一个呢，是因为他涉嫌背信。那首先涉嫌背信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他儿子呢，在长老教会的担任义工，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呢，这里面事情也没有那么单纯。然后呢，长老教会呢也有出去，有一次长老教会呢，参加这个全世界基督教的原住民的会议呢，那他的儿子本身并不具备有神学院的资格，也不是原住民。那如果说他是优秀青年呢，那我想长老教会会员里面几十万会员里面青年很多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他却把唯一的名额呢，就让给他儿子。那因为这次出国呢，他所使用的机票食宿全部都是公费，那我们觉得这样子实在是很不妥当。那第二点呢，又涉及到林芳仲总干事又涉及到另外一件的这个独立案，所以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呢并在一起，今天对他提出独立的一个告诉。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也公布，就是他曾经在总会呢多次的抗命，对议长、副议长的非常不尊重，独自的揽权，把议长、副议长的这个权利呢都置之为无物，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。这种情形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行政院长根本就不把总统、副总统放在眼里，可是行政院长是总统任命的啊，是吧？可是怎么可以说，当你得到行政院长的职务之后呢，你却把这个总统、副总统就搁在一边、晾在一边，什么事情独断独行的，这样子是很不对的行为。所以基于以上的几点呢，我们觉得林芳仲先生呢实在是不适任总干事的职务。再者，你今天发生图利的事情，然后又发生这个违法乱纪，然后呢又发生这个掩护非法，他多次的掩护吕伯恩的私设公司事件。所以在这种种种的状况之下，不要说是宗教人士，哪怕是今天是政务官还是事务官，我相信这种事情如果被踢爆出来，早就已经引咎辞职下台了。但是呢，没有想到这个林芳仲总干事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呢，他还是稳坐在总干事的位置上面。所以这个一点呢，让我们觉得实在是很难以置信，也很难以接受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几点公布于社会。我想就由社会来评判一下。再加上呢，长老教会本身这两天呢，他们就要开总会了，年度总会。那我想这件事情呢，也可以让这些参加总会的牧师长老们呢，也好好的想一想，像这种教会的干部的道德标准，是不是应该要比政务官、事务官还要更高？那林芳仲总干事他还有资格再担任长老教会总会的总干事一职吗？如果说他还能继续担任的话，那这个我想社会上大家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在今天呢，大概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这几点，谢谢。